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园林的中山路有一间自行车的仓库，半暝12点火烧厝，因为这个仓库内是放大量的这个大约450粒的锂电池，所以这个火是炭着真紧，炭过附近的民体甲里社，搁一直来爆炸。 居民甲旅客拢活要惊死，消防队赶到地，午3点钟总算把火拍花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半暝12点多，4层楼的仓库规栋熊熊着火，火势搁一直烧对边的民体甲旅社。那个救那人不来这边救嘞？有叫你们啊！这是一座公共脚踏车的仓库，内底放差不多450粒锂电池，现场一直传出着爆炸声音。附近的居民拢喊走出来，旅社业者也随清点疏散10个旅客。然后到每一层楼再去有住客的地方再去敲门。看见居民甲旅客拢走出来呀，消防队紧急有6条水线，都是利用泡甲水来拍火。 施工现场火势在收烟，环保局也烦恼会造成空气污染，到现场监测，一直到早起3点多，火势才好拍花。没有人员伤亡，没有人伤亡，全部平安。大火的脚踏车仓库伫中华园林的中山路，虽然无人伤亡，但过半暝啊熊熊着火，佮一直传出着爆炸声音。留下来包括咱台湾甲外国旅客，拢互惊到。我咧困啊，急爬起来，落来专家我隔壁火就哦足大啊。Wake up around midnight with the explosions. The ring was activated and I ran to outside. 包括着旅社，也有2栋的面体拢受着影响。啊，那现怎半暝啊熊熊着火，脚踏车的厂商出面说明。维修中心跟办公区，它不是全部都是储放电池的。厂商强调，这个火灾未影响到民众坐脚踏车。目前配合消防调查导火所在甲原因了后，才会当决定后续的赔偿问题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